台南购物节已经迈入第13档，今年嘛是跨越台南400庆典的暖身活动，真侪商圈代表拢出席宣传记者会，包括老牌子甲创新的店家，将搭配各种优惠甲促销，做伙拼经济，嘛要互来自全国游客感受台南满满的人情味。会中 OS Studio 嘛以舞蹈教大家如何参加购物节，如何订立发票，创意杂招。其中委托出席，以推荐商圈的特色甲伴手，邀请大家踊跃来台南消费，都有机会抽到100万汽车顶大奖。空中有机票海上有游艇的休闲这个路上有汽车，所以说都很欢迎那所以说。这部分欢迎大家一起来。台南购物节的品牌已经打响了，所以说从2020年开始，我们的购物节越来越优化，消费金额越来越多，也直接间接带动了许多民众消费的热潮。今年台南购物节较无同的是，过去是单笔消费满额才会当抽奖，不过今年顺应民意，只要累计消费100块地当，而且无论发票或者是收据，小额拢有中奖的机会。所以我们更期待今年可以把好的一个经济再创佳绩带到每一个最基层的地方，来为我们大台南的民众啦，跟包含就是说未来来旅游的民众，大家要记得收据发票都要留好。今年购物节将对9月10号到明年3月10号，规划超过30场的大小系列活动，除了要抽100万的汽车，后续卖公布豪宅要抽，希望再创150万的参与人数，带动超过200亿的经济效益。今日新闻管制采访报道。